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阿强啊，对台湾发动着军事演习，咱的军方嘛来公开着地表上强的 M1A2T 的战车实弹射击的画面，来回应着解放军的军演。海巡有一位女队员用真练等的中文甲英文，透过广播来放送，警告中国的海警船马上转向离开。佮讲为着要确保恁国家的发展，请为台海和平谨慎来行动。迄种坚定、定着稳定的态度，是互苗这个网友大大来学乐。否则，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，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。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。口气正坚定甲冷静，绑一个头毛尾海巡人员用放送的赶走中国的海警船，表明讲，若无审慎的行动，中国将受到世界制裁。若是中文听无嘛无要紧。We urge you to act cautiously for the sake of peace across the strait. Out. 台湾的海巡英语正老，保卫台海和平。若甲中国海警比较起来，因本来想要展现因闽南语卖通。我是福建海警 S609舰。我敢正在社区海域正常执法巡查。台湾的网友一个听煞讲歹势，真正听无，佮用蔡依林的歌名回应，恁那连话都讲袂清楚，更够袂少人感谢中共的海巡，证明讲咱的台语甲中国闽南语真正无共款。面对中共对台军演，国防部下令三军启动立即备战操演，佮公开地面上上强的 M1A2T 战车实弹射击训练的画面，展现武器的实力，回应中共围台行动。为昨透早6点起，24小时内，国防部嘛侦测到77架次的强机，其中35架次超过海峡的中线，也有17台强舰8台中国公务船乱台湾。中国对台湾军演并非单一事件，从平时到整备、战备，到各项及时应处都能够做到，成为一支可视、可靠、可持续的防卫战略。国军甲海巡联手，为空中海域到陆地，一直建立严密的防护网，绝对袂互强军打过界线一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